人家因为印度人会去参加工作假期，一边搞一边做事。2011年完成全国第一代自然国环境信托的职工，最近又提新竹县林的6行票嘅一撮上炮烟，一年半工作假期，同样嘅上炮烟重新整理，用水打潮来创作，本火恢复再生，而来推广环境信托嘅理念。那啲画笔、陶冶人的漂球、画上各种的色，就算本身的味道学做作，他以这子还很搞到动跳。我自己来教可能教不好，但是叫脚来参加活动，他自己会耳濡目染，这是我的目的。住喺新竹永林6行的一个老火房面头前，摊喺度生意的搞料的衫，上市还摊喺度靠东西技术的衫。其实自然谷本来就是一个平台，那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个平台，让更多人来一起参与。3年前，5二橋留家嘅好菜資源嘅朋友，到古買嘅6行，大概1.3公頃嘅山拿，用環境信託嘅方式嚟經營。今日，佢哋行較漂嘅三腳下嘅老火房屋，愛漂生業嚟做推廣環境信託嘅概念。不過，按當然無言地用，一個老火房屋。做基金上手大弄。这个老房子当时，大概在多年前，他们有一个客家协会曾经在这个地方，也透过就是他们社造的一个方式，也把它营造成一个很好的地方。可是因为经过几年，它其实荒废的也蛮严重的。為了保存日老屋嘅本期新嘅功能，5二橋也掉業，重新整理老火房屋。不過為咗冇通到老屋地度嘅結構。做啲無糖度變嘅一個火區來做生成業立片數，作為下一擺推廣發通嘅用途。不過，快要時時各嘅火區，沙樓老火房屋山拿體檢全夾唔到。5二橋最要搶嘅採體嘅木雕嘅藝術家天數，準備為火區屋而打扮啦。其實貨櫃屋它本身也是一個再生利用的一個很棒的一個產物。其實，因為貨櫃現在來講，在全世界來講，貨櫃其實它是算是一個大型的廢棄物啦，因為是非常非常多。那我們很希望讓貨櫃屋的改造，好，然後如果說我們這個案子可以成功，可以帶動很多人，他不需要去，好像花大錢去蓋很多房子，甚至可以讓這些貨櫃能夠再生。就算本貨櫃屋再生，一做唔得個破壞山拿多數嘅，係用木雕藝術家。鄭天儀最熟悉的素材，鄭天儀後生作品的時節，只要有限，做到可以順應水大潮來創作。對佢來講，創作做得上屬水大潮的生命。個樹屋對上當的啦，上加上面加旁邊，忽然間的颱風啊，那個土石流啊，是流下來，流了個後把海水啊，哈，是從個一般講個生命是結束的。但是我認為講嘅，我總是嚟創作啊，嗬，感覺當可惜啦。本佢天意擺嘅生命，嘅整個本佢天意擺嘅機會俾生命。一種用太自然嘅藝術創作，一檔克服5二橋條人想要推廣嘅理念，一條結合嘅工作假期嘅發託，本行較多人用較通俗來參加創作。因為我們在推廣這個環境信託的理念，然後推廣好的房的理念給大家，我們當然會希望更多人來參與，一起共同參與。那加上因為曾老師是一個在地的藝術家，他對我們的支持，然後我們也希望能夠開放，讓更多人能夠來跟曾老師一起學習這種自然創作的方式。我是希望能夠帶着孩子來體驗一些我們曾經小時候曾經接觸過的東西，但是他們現在完全都看不到的東西。那另外一方面是我自己個人就很喜歡，什麼是運動所 DIY。這個你聞到這個味道，這個就是松木的味道，標準松木的味道。我用水大潮來創作，當然要教大家一樣嘅托，一樣嘅分別水大潮。它有紅松、黃松。
这个味道又不一样。这个是松木吗？松，对，松。这个就比较香。对，像这个要去掉，这个是稍微平一点。锯皮吗？对，底下稍微修一下，这样把它绕几圈的话，把它绕几圈这样，把它固定起来。烫好的蔬菜，简单的讲一下创作的方向，还要注意按动脉嘅。大概只讲要轻嘟嘟的，紧定来做。因为这个危险，你看这样，它好像跑出去了。这跟那个没有保险的啊。对，这个它没有保险，这没有保险。没有那个靠住以后才能发射的。对。不过，中共呢当然係天白做，仲話有做唔錯嘅時節。哇，力道不夠。哇，那才好，他这个直接用那个自动的吧？没有出电呀？对，出电。就算唔錯嘅，就要注意安全，係做得吃嚟吃，一係按藥，要留數地度突到嘅經驗唔入，呢度參加志工做學到動到。我知道一些我從來沒有去嘗試過的事情啊，因為我從以前就是比較屬於那種坐在書桌前面，然後自己看自己的書，然後頂多自己跑去外面晃一晃那種人這樣子。然後呢，所謂運動就是打球，對啊，就是沒有嘗試過其他。呢度嘅志工係發揮自家創意，順定水打球嘅紋路，產定拍攝嘅索嘅，水打球一度嘅神秘感，留生命力。其實我覺得做這種臨時的創作，還有一個點就是還要融合那種自然，就像漂流木，所以我們不會刻意的說我們要擺什麼特別的圖案，然後去讓它很美很美，反而就是隨性很自然，然後這樣子看起來反而又是一種藝術。因為你係個動彈跳線條啊，個發揮吼，我想比將按種動生命力、動強、動照應到地方動，個都是開心，然後你按照動，因為你係怎麼樣按動，因為動路誒，比好像按要動路要生命力咁樣，莫按像按動孤寂咁樣。經過志工嘅聽述，本等較暗色嘅貨櫃屋變做花布，畫上嘅一色牆貼、黑月、寒天嘅日頭，留神拿比糖嘅景色。佢們日頭嘅籬笆，唔係死板板嘅，都會最大成為野性，唔是結構嘅，一個推廣自然生態教育嘅素材，會有夢空樣嘅樣嘅，最堅啲大家冇做頭前。